蛋糕黑糖发糕，面粉、面粉、发粉，那个发粉，给筋的呀，低筋，这是低筋的面粉，对，然后这是发粉，然后这红糖，对，对 OK，就这样子，给豆两包都走了哈。两个分是一样吗？对。这样挺温的。这个是酵母，浓了，浓了。这边我都来了，挺。盖起来。好， OK。哦，很不错吧？该不行，还没熟。这个还会粘的嘛？还会粘不行。不行。哦。好漂亮！谢谢。不要多吃。好漂亮，好疼那个。哦，等下哈，水。我看，你买两三碗，两种几碗，一碗。我给滚出来。这个是那个竹子做的。哎，你拔个板嚟哦嘿，可以貼住。快！
现在我们来做年糕。为了做年糕，我们要用这个竹子做的传统的搅拌棒，从博物馆来的东西。嗯。这个是年糕的材料，糯米，然后要1碗的油，1碗的油，然后再要黑糖，红糖。好了。现在要先让它煮熟，先把这个糯米煮熟。煮熟之后，煮熟之后，它会，你看它膨胀之后就煮熟，煮熟之后你要开始搅拌。对，开始搅拌。对，可是现在还没开始。不背了啊！这里来，加油加油！好棒哦！背啊，人都无得好啊，免落啊，免了差不多打好啊。会关掉啊？你火已经关掉了，没关系。我关掉了。这还可以吧？好了，好了。桌子拿来。唔该，
黑蛋糕这个好吃嘛？啊，这吃。这个是是年糕啊。年糕，辛苦，哦，辛苦了。是是，好了。好吃啊，哦，好，好。煮啊。